江湖人第一节，基督心在江湖，事事身不由己。历史上劫义人士安慰心灵扫不平，世世代代靠传说，曾经有太平世代。威权的压制，强迫受割的施舍。第二，基督诞生迄时，世上平安好处。社会上正义人士秘伫暗中自求福，有过救赎，有先知，崎岖道路受病榻，权力压迫也冷淡民心，得仰望。基督传道迄时，世人贫无无数，社会中显达人士自身利益中反对，深夜半伴对着祈祷，掀起蒙恩的风涌，质疑拒绝也邀告良民得扬市。第四节，基督过活迄时，世间风云变化，民心中肯定救主，不顾生死传福音。门徒也无搁稳重，信徒互相声听搁互助，信靠顺服中，危机搁再度江湖行。